欢喜，搁一遍甲咱大家做阵，遮敬拜、而乐咱的上帝，咱也要一块来领受上帝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阮相信，伫阮敬拜时，阿爸爸，你伫遮设立宝座，你呈现圣神运行伫你家己的殿宇，也充满伫你囝儿的心中。这是阮恳求真理的圣神，引带阮明白你恩愿启示的真理，帮助阮伫这条信仰的路上，坚定自信仰望你，一直到将来见主的面。愿安尼恳求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信仰的路上，我毋知你是毋是有过怀疑、信袂落去，甚至有时软弱、软志的时阵。阿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伊这条信仰的路上，含你我同款，拢有过怀疑，甚至用上帝质疑，也有时软弱、软志的时。上帝将一个信仰老爸、信仰的过程，伊怎样软弱、软正，拢称作记载伫圣经。我相信这是要互咱一个真大的鼓励，因为咱有缘拢在经过这个过程。所以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信息，最重要的，你甲你的别人讲，爱注意听。好，为什么阿伯拉罕被称作信心老爸？敢因为伊听见上帝呼召，伊就信心满满出发的，是不是安尼？敢因为上帝叫伊将伊的囝以撒献做烧祭，伊就甲献落去，是毋是安尼？今日牧师要甲咱对圣经详细来查考，你会发现，毋是咱所想的安尼。啊，若安尼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其实对阿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呼召，讲你爱离开本乡本族老爸家，按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去，一直到伊献伊的囝以撒，伫这条属灵的移民的路上，其实你会发现，伊的信心伫倒位？因为伊有真济，互咱认为，这伊所做这都毋是信心的行为啊！啊，毋过最后伊是安怎？愿意将伊的囝以撒献上做烧祭，为什么伊敢将伊的囝甲伊献做烧祭？实际上，阿伯拉罕所以称做信心的老爸，毋是因为伊做了什么代志，乃是伊相信什么。好，今日牧师要甲咱三个来看。到底伊信的是信什么？但先咱先来看，
到底亚伯拉罕的信心伫倒位？耶和华对亚伯兰讲：“你着要离开本乡本族老爸家，按我所指示你的所在去。”然后亚伯拉罕就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。这段经节是咱拢熟悉的，所以咱就讲，这就是伊的信心。伊听见上帝呼召，伊就出发。总是如果你看，如果你看《出埃及行传》第7章，出来教会第一个殉道者司提反，伊的伫第7章伫遐讲起，就是讲上帝呼召亚伯拉罕，是伫亚伯拉罕的本基地。米索波大米，就是咱所讲迄个加勒底的5年，加勒底的5年。第一摆呼召的时，是伫伊原基地加勒底的5年。但是创世纪12章第1节迄个呼召，是已经来到赫兰啊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讲。上帝按伊显现，第一摆呼召伊是伫伊的本基地出世的所在加勒底的5年，但是第一摆呼召的时，伊并毋是马上来到迦南地，伊只有来到赫兰那顶。当来到赫兰，听到伊的老爸过身了后。创世纪12章第1节，上帝搁一摆呼召，所以创世纪12章第1节，迄是第2摆的呼召，就是伊对加勒底5年来到赫兰，赫兰听到伊的老爸过身了后，上帝呼召搁一摆临到时，伊才出发来到迦南。好，所以伫遮时。通过《出埃及记》第7章，甲《创世纪》11章31节，最后一节，你会当该牵连起来，你会当发现就是讲，亚伯拉罕踮伫加勒底的5年，上帝就亲自按伊显现，呼召伊离开本地本族，总是亚伯拉罕却干来到赫兰。毋是上帝指示伊的迦南，一直到伊的老爸过身，第2摆呼召，伊才遵照上帝吩咐来到迦南。为什么安尼呢？为什么呢？有可能因为伊的老爸要伫地，一个老大人伫地，伊。毋甘家带离开伊的故乡遐远，来到一个完全生疏的所在。当然嘛有可能，伊对上帝呼召，抑阁有困惑，抑阁有丢毒。一个75岁的人啊！要离开伊的原基地，本乡本族老爸家，谈何容易？所以，伊伫迄个过程，伊有丢毒。总讲，伊毋是咱一般认为，伊听见呼召就信心满满，顺服出发。并毋是安尼，好，这是咱第一个看见。其实，咱去看见就是讲，当伊对赫兰听见上帝呼召，出发来到迦南地时啊，当伊来到迦南地时，马上拄着饥荒，
当拄着经的时阵啊，咱知影，哇，伊心内惶恐，伊真惊吓。所以12首底下讲，当伊来到迦南地，迄个地拄着饥荒真大，亚伯兰啊就落去埃及啊。当伊要落去埃及的时阵啊，伊惊伊的某凶，伊惊伊的某遐水哦，然后哇，当地人为着要抢因某会甲伊刣死安尼所以伊安尼讲，伊甲伊的某安尼讲，我知影你是面貌真水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一定讲，这是伊的某，因就会刣我，然后互你活。所以求你安尼讲，你毋通讲你是我的某，你爱讲你是我的小妹，通互我因为你来得到平安，我的命才会当活落去安尼啦。好，而且咱看见到，伊听上帝吩咐，出来到迦南地。毋过迦南地拄着饥荒的时阵圣经记载讲伊即时就对埃及去啊。而且咱发现到，既然上帝呼召你出来，来到这拄着困难，你应该爱祈求上帝带领嘛，敢毋是咧？毋过咧，伊无祈求上帝带领，伊就家己自作主张对埃及去啊！埃及是啥物？埃及比咱称作讲，迄是一个俗世的世界嘛。伊无行属灵的路，反正行为即个世界的路去安尼。所以伊落去埃及，毋过落去埃及时，伊佫行，伊的某用手去，然后哇，咱家刣死安尼。所以咧，伊就伫遐安尼，出不了太太安尼啦出不了太太来，而且伊为着要保全伊家己性命，竟然无顾亲情，伊伫遐讲白贼欺骗。若毋是上帝及时的拯救，伊有可能家破人散。请问伊的信心伫倒位？伊的信心伫倒位？好，接下来咱去看，当伊来到迦南地了后，伊带出来唯一的至亲，就是伊的侄仔罗德。罗德无顾着即个是大人，即个阿伯阿伯拉罕安尼，哇，好土地甲分抢去安尼。阿伯拉罕呢？哇，伊心内一定足艰苦啊！伊带出来唯一的一个亲人，竟然含伊将好的土地抢去，然后离开伊去安尼啦，离开伊去安尼。当然14章咱发现就种哇，迄个罗德离开阿伯拉罕了时，伊哇嘛是拄着真困难代志有4个王5个王联合起来来抢夺伊的财产安尼。阿伯拉罕这个是有缘去救伊这个弟仔出来。虽然有甲伊救来，毋过咧到了15章的时阵圣经记载讲，这事了耶和华伫异象中对阿伯兰讲：阿伯兰，你毋免惊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要大大赏赐予你。阿伯兰讲：主耶和华，我也无囝，你赏赐我遮济有啥物路用？而且要承接我的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下。好，当阿伯拉罕打败四王，救出罗德，夺回财物了后，耶和华应允阿伯拉罕，要大大祝福予伊。总是阿伯拉罕并无因为安尼
来欢喜满足，反正伊安那，伊怨叹上帝，讲上帝啊，啊你赐我遮济产业有啥物路用呢？伊无认为上帝会互伊后代啦，啊伊看见伊带出来即个侄仔，落得也袂可怜啊啦，啊所以伊就安那想好，伊已经家己想好，伊设立伊的厝内的奴仆。以利以下要来继承伊的产业啦，所以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出来时，上帝因为讲要赐福伊，啊，伊要成做大国，伊的福气要亲着天顶的星、海边的山啊济哦，总是伫遮咱能发现啊。伊无认为上帝会收取后代，所以伊将伊的家产已经设立伊厝内的奴仆，要来继承伊的财产了。好，而且咱看见伊信袂过上帝会互伊后代，接续落去。咱搁看，到创世纪16章的时阵，伊已经来到迦南地待10年啊。上帝一直甲讲要互伊后代，毋过咧，伊的某安那生就生袂出来啊。所以咧，伊就听叹伊的某撒拉的话，将伊查某囡仔下嫁。甲伊查某囝下嫁来生囝，上帝对伊讲：我要互你的福气，亲像地上的沙，人来胜过地上的沙，才会当胜过你的福气。佮当亚伯拉罕怨叹上帝无互伊福事，伊已经设立伊的。厝内的奴仆要来继承伊的产业的时阵啊，上帝话搁一遍临到讲，这个人袂继承你的产业，对你本身生才会当继承。所以伫遮咱讲上帝不断伫遐甲伊强调，你的福气要亲像地上的沙仔济，你所设立的家仆。所设立厝内即个妻用，袂继承你的产业。虽然圣经亚伯拉罕讲伊相信上帝也称伊做义，毋过伫遮亚伯拉罕的相信，真明显，敢若相信即个囝会对伊来生，却无相信。会对伊甲伊的原配撒拉来生，就安尼，伊就听叹了伊的某撒拉的话，甲伊的孙女下嫁同房，生了伊是玛利。真明显，伫遮咱看见亚伯拉罕信袂过，伊甲伊的原配会生互伊。所以咧，伊就去甲别人生。真明显，亚伯拉罕要用伊家己的方法来成就上帝应允。咱看见这个结果安那，哇！疑惑到现在了吼，咱知伊斯玛利就是即摆阿拉伯的世界，犹太人。就是以撒会好的，所以底下咱看见就是讲，亚伯拉罕伫遮到底伊的信心伫倒位？好，到亚伯拉罕99岁的时阵，
耶和华上帝向伊显然对伊讲：我是全能的上帝，你要伫我的面前做完全的人，我甲你立约，要互你的后裔真多。后壁咱就拍败一顿。上帝佫对伊讲：我要甲你立约，你要做罪国的老爸。对打了后，你的名无要佫叫阿伯兰，要叫阿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经设立做罪国的老爸。好，当上帝伫遮改名做阿伯拉罕，也甲伊的某撒来改名做撒拉，而且通过改名，互因一个新的使命，就是要成做罪国的老爸，甲罪国的老母，而且更较重要，就是有个阿伯拉罕要对撒拉，甲伊的原配撒拉生一个囝。当上帝安尼甲伊讲的时阵啊，阿伯拉罕心内伫遐偷笑。伊就讲，伊甲撒拉两个人拢过了生育的年龄，哪有可能佫会生呢？伊无认为讲伊甲撒拉会生啦。所以伊甲上帝讲，但愿伊是玛利活伫你的面前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甲上上帝啊，你莫佫甲我滚笑啊啦！一个100岁老大人，我的某嘛90岁啊，哪有可能会生呢？其实伊咧甲上帝讲，上帝啊，好啊，我有以前玛利，安尼就真满足啊啦！你莫佫甲我滚笑生笑啊啦！是，伊心内伫遐偷笑，过了生育的年龄。敢会阁生囝咧？伊伫伊是满哩做满足了。接续咱阁看，伫应允的囝以撒要出世的大生，伊竟然阁因为惊吓，阁一遍出卖了伊的某。上帝已经甲伊讲，明年这个时阵，你要生一个囝。但是迄个时阵，伊犹原阁来到一个新的所在，叫做加勒底甲迄个苏尼的中间的一个所在，叫做基拉尔基念尼。当伊阁来到一个新的所在，面对着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，当初对哈兰来到迦南拄着饥荒。迄个惊吓佫生出来，所以伊就佫又还佫甲伊的某讲，请你讲你是我的小辈，为着要佫保全伊的性命安尼啦吼，嘿。而且咱看起就是讲，伊的惊吓佫一遍产生。阿伯拉罕遵照上帝的吩咐，来到迦南，不幸拄着饥荒。心内惊吓，为着保全伊的性命，牺牲了伊的太太。代志已经过啊，已经过20几年啊！阿伯罕伫这条移民的路上，迄个惊吓也阁是无得着透放。当伊来到着基念尼，而且阁是伫伊的某撒拉，特别是以撒。迄个真关键的时刻，伊面对着一个新的环境所带来迄种的惊吓，佫一遍显露出来。伊就认为讲，这个所在的人拢无惊上帝，必定会为着我的某的缘故来害我。是，兄姊妹，伫遮咱当佫看见阿伯拉罕信心伫倒位？好。当我估这的例，这拢圣经内面写甲真清楚，互咱看见阿伯拉罕伫这条信仰的路上安那，伊有惊吓、软弱、睿智，
虽然上帝安尼甲伊讲，毋过咧，真明显伊敢若半信半听。好，当阿伯兰信心对倒位来，后来谁啊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？伫即条移民的路上，咱能看见阿伯兰信心是对真济累积失望挫折中间淬炼出来。对阿伯兰移民路上所发生这几件大事，特别是伫关键时刻的决定，咱实在是看袂出伊的信心伫倒位。总是伊确实伫人生的旅程内面，真现实的生活内面，伊真实去经历着挑战、征战、累积挫折，甚至跌到失望、绝望。信心就是伫这种真漫长信仰的路上，一点一滴淬炼出来啦。而且咱来看，当伊听见上帝的呼召，对加勒底的5年来到赫兰，当伊伫遐丢毒的时阵，咱看见上帝真有耐心、耐性伫遐咧听候。不管是因为考虑到老爸的因素，还是伊对上帝的呼召要有尊严，也伫遐咧挣扎。而且我相信伊体会到上帝对伊有够也充足的时间，有够也耐性，吞忍听候伊，听候到伊清楚呼召，才来回应。上帝无勉强伊，上帝尊重伊的决定，上帝也容允伊伫即个过程有丢毒，甚至有疑惑。信仰过程，咱拢会安尼，但是咧，伫咧咱咧祈祷、咧祈求、咧听候的时，上帝有够也的吞忍、耐心咧听候咱。第二，伫伊惊吓的时阵，上帝及时保护拯救。2摆拄到新的环境，第一摆来到迦南，第二摆来到基南尼。伫新的环境，伊内心真侪惊吓，为着要保全家己性命，牺牲伊的太太，陷人于不义。上帝深知伊的软弱，上帝无指责伊。你有发现，这2遍拢总是阿伯拉罕伊家己本身做唔到代志，总是咧上帝无指责伊，无处罚伊，反正拢啊。通过降灾祸，互法老王、互基南尼王来叫醒因，讲你是死人哟，你娶着别人的某啊！安尼，好，而且咱看见啦，上帝及时保护伊。我相信，而且也互阿伯拉罕当深深感受到上帝对伊充满慈悲怜悯，而且何等疼伊。第三，当伊灰心失志的时阵啊，上帝甲伊立约，甲伊保证。当上帝应允要做伊的后裔，要大大赏赐伊，伊感慨讲：主要我无囝，你输我遮济要创啥？甚至伊质疑讲：要我要哪知影讲，这个土地是我的咧？当伊真灰心累志的时阵啊，上帝拢亲自甲伊立约，保证伊要得到这个。伊完全绝望的时阵，
伊经历了上帝要有难成的代志。当上帝甲伊讲撒拉要怀孕生囝，阿伯兰心内偷笑，讲100岁的人也会当得到囡仔。啊，撒拉也相款，伫遐偷偷笑，讲我已经身体衰败，啊，我也已经老迈，敢有会当有这种意思呢？毋过当日期到的时，上帝照着所应允的，互因经历到摇花减有难成的事。而且对一个亲像死的人生出子孙，好，我一直咧思考讲，是安那上帝你来遐爱创治人？75岁，甲阿伯兰呼调出来，应允伊要互伊子孙。啊，你既然应允要互伊子孙，你就赶紧互伊就好啊！啊，是安那，互伊来到迦南地。经过25年了后，才互伊生着应允的以撒。我一直想，上帝啊，你哪会着爱安尼？哦，不过咧，而且我真正体会着，其实是安那，互阿伯兰到100岁，撒拉到90岁时，才生出应允的囝以撒。其实，迄要讲要讲一样代志啊，就是讲就人来讲，你甲你的某是完全无可能生啊啦。上帝要讲的一件代志，讲你是对完全无可能的中间，要互你来经历到上帝无有恶正的事啦。上帝专门咧做人看做无可能的代志，啊，所以伫遮时。阿伯兰对一再失望、绝望，甲完全无抱着任何愿望啊！伊去经历着啥物？对无够有，因为伊得到以撒，圣经记载讲，伊亲像一个已经死的人生出子孙，死人哪会当生出子孙？无可能嘛！哦，啊，所以伫遮要讲的就是讲，伊去经历着对无够有迄种的。一个欢喜啊！当生以撒，伊经历到上帝会当互人，会当互无变做有，而且奠定了阿伯拉罕的信心，奠定了阿伯拉罕心，啊，互伊会当全然相信上帝应允。搁过来，咱搁看见，当。阿伯兰甲撒拉生了以撒了后，哇！啊，当即嘛，伊甲夏甲的关系，啊，甲即个夏甲生的以实玛利的关系要怎样？哇！起了家庭纠纷啊！啊，当即要安怎？当即要安怎？上帝介入，上帝介入，上帝甲阿伯兰讲，照撒拉的意思。互夏甲甲以实玛利出去，然后上帝嘛无放杀夏甲甲以实玛利，上帝犹原相反应允因，保护因。哦，啊，所以伫遮咱看见，对着阿伯兰听叹伊的某的话，惹了这个。困难，起了家庭革命，上帝若无指责阿伯拉罕撒拉，反倒伫安那处心积虑，为着这个应允的囝以撒设想，深信阿伯拉罕伊必定深深体会到上帝确实是讲话算话、守约是主的上帝。最后佫一个，咱佫看其中，当上帝要毁灭所多玛、蛾摩拉的时阵，阿伯兰伫上帝面前苦苦哀求，对50个义人求到，只要剩10个义人，上帝就无要毁灭。阿伯兰伫上帝面前
为着索多玛、蛾摩拉苦苦哀求，求甲家己拢歹势。毋过上帝竟然拢应允。当基南尼王阿比米勒因着阿伯拉罕讲白贼，带撒拉做某的时阵，上帝互阿比米勒的家，互基南尼同国的人的附近人拢袂生。毋过咧，因着阿伯拉罕祈祷，上帝医治了阿比米勒甲伊同国的附近人，互因恢复生育。好，所以伫遮咱讲讲阿伯拉罕，伫遮一定要深深体会到，上帝是愿意赦免罪孽，而且垂听祈祷的上帝。好，这是伫遮我看见讲是阿伯拉罕有软弱，有软弱，有失望，有绝望。毋过伫遮过程的中间啊，上帝有教育的恩典伫个身上，上帝一步一步扶持带领伊，而且咧，照着上帝应允予伊的，一步一步成就。好，那最后咱来看阿伯拉罕为啥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？到伫创世纪22章，遐记载讲，这事以后，上帝要试验阿伯拉罕。那这事是指什么事？对三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件就是上帝应允伊甲撒拉所生的囝以撒出世，也就是阿伯拉罕甲撒拉成做最国的老爸、最国的老母的一个开始。第二，伊甲夏甲生以实玛利带来家庭的问题，上帝替伊解决，确定了对以撒生，才会当成做阿伯拉罕的后裔。第三件就是以用和平的方式，甲基南尼王阿比米勒立约，以合法取得伫迦南地第一地的土地，也就是伊得到迦南全地的一个开始。好，当这三件代志，上帝和阿伯拉罕的应允拢实现的时阵，上帝伫遐试验阿伯拉罕，就是讲，伫伊有囝了后，上帝安怎甲伊讲？你带着你的囝，就是你独生的囝，你所听以撒，摩利亚地去，伫遐，伫我所指示你的山顶，将伊献做祭。伫上帝的吩咐中间，不断加重迄个语气，形容阿伯拉罕甲以撒的关系是你的囝，你独生的囝，你所听的以撒。这个话真清楚，伫遐表明上帝要考验的，乃是咱生命中的上爱。当然，也表明阿伯拉罕伊爱面对着一个真痛苦的挣扎。所以创世纪22章第3节，阿伯拉罕清早起来，伊讲带着2个萝卜，甲伊的囝以撒，以及准备好烧祭的茶，就按上帝指示伊的所在去。清早起来，表明阿伯拉罕经过真漫长痛苦的一个黑暗暝，也结束了伊内心心灵的挣扎。伊遵着愿望明子新的一天，伊决志要行上帝的旨意，要照上帝的范围去行。而且咱能看见阿伯拉罕一生，伊甲你我同款，有睿智，有挫折，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有惊吓，有怀疑。但是为什么这边阿伯拉罕这么阿萨利这么坚决，即时顺服上帝的吩咐？
将以撒献做赎罪。即便是安那，伊这么坚决，将以撒献做赎罪。亚伯兰所以称做信心的老爸，是因为伊献以撒嘛？其实不是。亚伯兰所以被称做信心的老爸，乃是在地伊相信上帝既然会当互伊对完全未生生出以撒，就是互伊经历到上帝会当互无变有，伫即个基础的顶面，伊进一步信会过上帝，既然会当互无变有，上帝嘛会当互死人搁活。所以是因为伊相信，当伊献上以撒的时阵，上帝会当互以撒对死搁活，所以伊才将以撒献上做祭。伊若无，如果讲上帝若无互献做赎罪以撒对死搁活是安那，上帝的话就落空。因为上帝一再甲伊讲，对以撒生，才是伊的后裔嘛。所以即摆如果讲亚伯兰将以撒献做赎罪，赎了时就变做恢复啊！以撒都无去啊，是安那？上帝的话就落空啊嘛！所以伊即边是当伊得到以撒了，伊信会过上帝互无变有，然后伊进一步。既然上帝当互无变有，上帝嘛会当互死人搁活，所以伊将以撒献上做赎罪。所以希伯来书在九底下讲，论到这个囝，捌有话讲，对以撒生，才称做你的后裔。伊掠做上帝会当互死人搁活，所以伊亲像对死人中得到这个囝。亚伯拉罕相信，伊献上以撒做赎罪了，会当对死人中得到这个囝，迄种信心是经过真漫长信仰的旅程，伫累积挫折失望中间。对上帝来得到安慰、鼓励、保护甲拯救，特别伫伊领受到应允的囝以撒的时阵，伊经历到上帝的信息苛刻，真明显，亚伯拉罕的信心乃是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累积来，直到伫关键的时刻，伊全然相信，全然顺服。这种信仰的旅程，信心成长的过程，兄弟姊妹，你有发现无？带予咱何等大一个鼓励！亚伯拉罕，伊含你我同款，伫信仰的过程，拢有软弱、累积失望的时阵，总是当伊伫关键的时刻。经历到上帝，竟然照着伊所应允，伊体会到上帝一旦互无变有，互死人搁活。所以亚伯拉罕被称作信心的老爸。亚伯拉罕所以被称作信心的老爸，是伊是人类第一个相信。上帝会当互无变有，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所以今仔日你我咱相款，伫这个信心信仰的路程，咱慢慢去经历上帝，经历到上帝对咱的应允了，咱就爱信会过上帝，伊就是会当互无变有，互死人搁活。这诚做咱信仰的一个准则。当你若相信
会当相信上帝是会当互无变有，互死人搁活的神啊啦。咱所信的上帝，伊就无有难成的代志，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信得过咱所信的上帝，伊是会当互无变有，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换一句来讲，伊无有难成的事。换一句来讲，上帝专门成就人看做无可能的代志，这就是咱的信仰。这个信心的过程，现在咱的亲像阿伯罕共一样，总是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一步一步来经历。上帝是信实可靠。上帝是守约、是慈爱的上帝，你是互无变有、互死人搁活的上帝。求你也安尼牵阮的手，行信仰的路程。求你帮助阮，信得过，你的话是信实可靠，你的话拢要成就。主啊，将这种的信心赏赐予阮，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